再来看宜兰县政府办理5个清水大水门的改建工程，总工程的经费大约是18亿7千万哦。流标8届，最近已经标出去了，预计2027年会完工。也毋过哦，旧的大水门已经有超过50档了。有文资委员就认为讲，这是宜兰农业发展正重要的基地，要求讲应该部分保留。宜兰县政府的水利资源处是表示讲，伫保证无影响到公共安全，会来保存部分的水门。五吉乡清水的大闸门，这几年因为真侪基建的设施愈来愈厚、愈来愈旧，而且受地动的影响，一寡差的结构愈来愈下袂慢。地方政府经费要改建，因过县府无法度顺利发包，经费自13.7亿增加到18.7亿，流标过8遍了，这份总算决标2027年完工。价值评估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个闸门对于宜兰的一个农业的发展跟水患的治理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以及我们民众重要的一个记忆的部分，可以做适当的保留或者是展示。不过清水大闸门已经超过50年，依照文资法要做文化资产评估，文资委员认为，这个大闸门对宜兰水患的治理，也个农业发展来讲是重要的基地。希望改建时阵，伫咧无影响公共安全的前提下，保留部分原有的大闸门设施。整座都要拆掉了。其实只有一座大的闸门会现地保留。其他的都是异地保留。那异地保留就是会在管理中心那边做异地保留。根据水资署的规划，将会现地保留正坏的一座大闸门，也那自动水门，也个直行的水门，将会分别保留一座，更到清水大闸门管理中心边的园区做保留。保存栏会当互工程衔接过去的历史，会当兼顾护航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